不知道，不知道呢。有影响。夜间的话应该不会啊。如果之后就是还继续没有下雨，然后真的会有开始限水的话，对你们会有什么影响？影响应该蛮大的，因为我们做美发的主要就是要用水啊。预约方面，可能就是会把客人就是尽量排开，减少洗头客的数量。水质中心这边我们会将民生的一个水，然后把它处理完到一定的放流水标准完之后，然后去做排放。放流水我们在末端有做一个那个消毒的一个处理。那这些消毒的处理完之后，就是现在目前都是供民众啊，或是机关学校或是营建业哈，他们去做一些营建的一个扬尘啊、抑制扬尘或是那个洒水的一个设备。那这些水是不建议去民众去做接触的一个部分。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每年在梅雨季到来前，台南通常都处在旱季阶段，而为了抗旱，通常都会采取减压供水。不过，你知道什么是放流水吗？这些水被大量的运用在洗街及人道树的灌溉上等等，让许多民众对于政府是否没有做好节约水资源感到困惑。不过，真的是这样吗？政府带头浪费水？我们来听听水利局长怎么说吧。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水利局长韩荣华。那因为最近的一个降雨情形不佳，那导致我们现在呢供水的一个情形有稍紧。目前呢，我们的增温水库的蓄水量大概不到1成哈。在我们防疫的过程中间当然必须要勤洗手。可是在这个同时呢，也呼吁我们市民朋友是在洗手的同时能注意养成节水的一个习惯。那在这个我们台南市政府水利局呢，目前呢我们在我们的安平那个虎尾寮柳营等水质中心呢，大概我们有提供我们的放流水供一些厂商来取用。那目前呢，这些的放流水，我们的记录上来说，一天大概平均大概有1000吨的一些取用量。在我们的那个水质中心我们经过我们的污水的一个处理过程之后，那这些水呢经过消毒的放流，但是这边呢还有一些残留一些菌种，那所以这些水没办法直接来做沐浴洗涤。那但是我们这些水我们来提供比如说像有一些的工地的抑制扬尘的这些工作，还有洗街道的一些来使用。那还有呢，大概有些水质处理过后比较好，那当然可以再做一些浇灌但是这些我还是要呼吁我们市民朋友，如果有做浇灌的部分，必须确认我们的水质的状况。我想这个在我们多用途的这些的提供水资源的过程中间来让我们的一个水资源能更充分的利用。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5月18号礼拜1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伫今年总共表扬62位模范母亲，市长郭信良上午由多位议员陪同，分别前往安南区、新市甲永康，向模范母亲祝贺。除了赠送琉璃纪念奖座以外，佮准备按摩的礼品，希望会当帮助这些妈妈消除疲劳。市长郭信良表示，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台南市模范母亲的表扬无法度一届举行，因此台南市议会今仔日分别前往安南区、新市甲永康等区域，分别递赠琉璃奖座甲礼品，予模范母亲的代表，一方面为了模范母亲的辛劳，另外嘛希望唤起大家重视孝道，唔贪卖去节来报答主恩。陈阿美女士呢，她是隔代教养。抚养的孙子呢，非常的辛苦，也非常的有成，陈曼美女士呢是标准的传统妇女，这次的表现呢由区公所认定，成为模范母亲，值得我们加以表扬。台南市议会呢，特别来表扬她的一些的事项，让所有台南市民能够加以学习。陈阿美女士。辛苦了，因为家境的问题，需要呢加赚小可钱来饲家的孙仔，所以呢用心拍拼，这种的行为呢，
值得咱所有台南市民呢来甲伊鼓励。所以台南市议会经过着区公所甲提报起来呢，认为讲伊值得呢，咱甲伊表扬为模范母亲。所以台南市议会呢，今仔特别来甲伊表扬，希望伊的行为甲伊的风范，会当得到所咱台南市民甲伊尊重、甲伊敬仰、甲伊学乐。议长郭信良强调，模范母亲的选拔是由各区公所加社会团体推荐选拔而出。自强妈妈代表刻苦持家，朱慧妈妈是尽心教育子女。而慈萱妈妈是因为厝内有身心障碍的子女，而慈心妈妈只是代替父母的职务，养育隔代或者是兄弟姊妹的子女等。每一位选出的代表拢使人钦佩。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面对武汉肺炎疫情，目前台湾会当暂时得到控制，原因之一就是医护人员的努力付出。中华医术科技大学18号上午，由校长带领精送学校制作的马芬蛋糕来感谢医护人员。台湾已经连续11天零确诊，同时连续36天无本土的病例，辛苦的医护人员也是当中重要的关键。中华医术科技大学特别优待校内参与相关科系的老师甲学生，制作了养生的鸡卵糕。18号上午，由着校长曾信超送到市立病院，向医护人员表达敬意，也希望因会使对鸡卵糕当中感受到温暖。这一次武汉肺炎疫情能够守得这么好，都要感谢我们的医护人员呐。我们中华医大跟台南市立医院是一个结盟的策略联盟的关系。那我们看着兄弟在辛苦我们一直想要来感谢，代表感谢之意那我们华医因为有餐饮还有食饮，我们经过调配处方做了600个 muffin， 都是我们的金牌选手自己做的，还有金牌的教练自己做我们做了师生做了一整天这个是亲手把我们的爱心放在里面把我们的感谢的心在里面当然甜甜的，我们希望他们吃在心里甜在心里吃在嘴里甜在心里感受到社会大众对他们的感谢之意今仔真欢喜这个咱华医的校长甲咱学校的师生会当来阮市立病院甲咱表示对阮的支持啦因为大家防疫大家真辛苦咱市立病院甲迄个华医两边是有特别结盟的厝边啦这段期间因嘛感谢咱的努力迄个华医迄个因遮金牌的老师甲金牌学生特别做一个用心的甜点来甲阮打气啦这我们也是虽然再辛苦啦，也是有一个很甜蜜的感觉这真多谢各界伫咱医疗单位这段时间伫无用互咱真侪支持甲鼓励这个防疫的事情大家会做伙努力。现在疫情暂时得到控制，但是学校甲病院拢提醒民众袂使疏忽，有人爱做好防疫的工作，共同为防疫来努力。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为了改善孔庙周边的停车需求，台南市第一座机车立体停车场18号正式开工动土，预计伫明年5月完工，将提供104个停车位，而且佮引进智慧停车管理系统，大大提升停车场的使用效率。台南是历史古都，尤其伫孔庙文化遗区周边，因为人文观光事业发达，经是停车密集。为了改善该地区停车问题，市府伫友爱街规划新建台南市第一座机车立体停车场，18日举办动土典礼。动土开始，一枪头，爱一个平安，天经地义。一枪头，咱动土顺利，电机就业。3枪头，咱钢铁稳稳，气温汹涌。友爱街。这边成为台南第一座
机车立体停车场。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大众运输工具，所以说在台南市汽机车特别多。那同时，汽车停车位、机车停车位也都很缺乏。但是汽车的部分，我们向中央争取了至少13亿的部分，13亿吧，来跟这个从前瞻计划来新建停车场。但是机车的部分却没有专用的停车场。我们今天很高兴交通局的规划在这边可以说是台南市的新的蛋黄区，也是心脏地带，来设立这个机车专用停车场。那未来呢，我们对于机车族的朋友们从此在市区内不必再机车了，因为我们有好的这个机车专用停车场，并且用一个合乎合理的这个价格来这个停车，所以民众不需要担心被拖掉，他反而可以很安心的在附近走走逛逛、看看、吃吃、喝买买，所以这个是机车族的一个好的消息。友爱停车场位伫咧中西区开山路，以及友爱街邻近市立美术馆以及孔庙附近，基地面积大约300平方公尺，采用立体化设计，并搭配智慧停车管理系统，总共规划104个机车停车位。整个工程将伫咧明年5月完工，将会疏解孔庙园区周边机车停车问题。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议会定期会上午由建设部门经济发展局进行业务报告甲质询。会中多位议员除了关心疫情期间公有市场摊商的成立以外，也有南区议员为万里工业区的发展来请命。议员刘维英表示，过去万里工业区的发展，因为都市计划的关系，规模一直无法度来扩大。不过近年来，因为台86的开通，加上邻近高雄，议员希望经发局除了照顾南区的安平工业区，另外嘛要注重万里工业区的开发。我们万里工业区，因为过去它是因应的旧生活的一个形态转变而成的，所以现在的这个厂房的一个部分其实某个程度上，第一个它可能也比较老旧，也不敷使用。那第二个部分，大部分的这个厂商，它都有可能是跟人家用承租的方式去租旧的厂房，所以但是我们那一边因为临近了这个高雄，那所以是不是有机会？目前我们地方这个殷期盼，原本在这个水利局要在那边做污水处理厂的那一块用地，是不是有机会帮我们万里工业区去扩编？其实，在都发局的部分，我们也有通盘检讨，是不是要作为产专用地？所以这部分我们会来积极的协调跟努力，这是第一个。那当然了，那个都发局也特别提到，是以公办的这个重划为主啦。但是我想这部分，我想对于需求上来讲，我们会来跟都发局这边来反映。第二个，您特别提到有关这个部分，因为它在原来工业区的范围里面，很多比较老旧的设施，其实这部分我们也最近都在积极跟中央争取工业区的一些改善工程。我想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争取到相关的预算来做协助。除了为南区万里工业区来请命，另外议员嘛关心经发局的营地创新育成计划，因为目前的位置就选伫个明治艺术中心。对此，议员希望会用个南北平衡，伫个溪南地区，嘛用个走雪适当的位置，提供青少年朋友创业的平台。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森林吧！我们将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时代作家杨富敏、江儿、李炳书、阿春爸、IG 作家，来到台南爱读册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
肺炎疫情嘛冲击到台南的独立册店，市府文化局为了协助业者渡过难关，特别甲工测会合作，举办独立册店疫情纾困说明会。市长伫会中强调，册店是台南作为文化城市真重要的一部分，绝对会尽全力来协助。台南作为文化城市，除了各种的古迹以外，侪独立册店也是重要的文化风景。但是现在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冲击，侪册店生意拢受到影响。为了帮助因渡过这个难关，文化局甲台南市工商促进会合作，整理了文化部、经济部等单位的纾困方案。18号下午举办说明会，邀请业者到场了解。市长王伟特也亲自出席，强调会尽全力来协助独立册店。我们特别也整理了一些中央不管是文化部或是经济部可以纾困的计划，来跟这些业者们大家来做说明。那希望能够让大家很容易的了解到中央的纾困计划，协助这些独立书店来跟中央申请相关的纾困方案。那接着就是说，整个疫情已经趋缓，那这些独立书店希望透过更多的活动包装，让大家认识他们。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今天的座谈会来了解大家的需求。那譬如说，可以规划一个独立书店的节庆，让大家透过这一个活动，然后去到访每一家的独立书店去寻宝。那透过他们特别的选书的这种策略，然后来认识更多可能过去你在图书馆或是书店不会发现的书，在这些独立书店能够获得，然后得到更多不一样的一些阅读的一个乐趣。独立书店的重要性，不管是新书、二手书，在现阶段实体书店生存越来越不容易的情况下，本来就已经很艰困。但是它毕竟是台南市城市的特色，尤其台南市是有文化底蕴的城市，所以对于独立书店已经成为台南市的一个重要景观，也是台南市的市民大家希望说有机会能够多接触实体的桐庐的书。那么这一波疫情的影响，其实让许多本来经营已经很困难的独立书店更如雪上加霜。所以呢，我们台南市政府要跟我们这些独立书店的业主老板以及爱书人，大家一起能够了解中央不管是来自文化部或是经济部对于书店的一个纾困方案。另外，市政府也希望说能够扮演起这个桥梁，以及中间如果有一些书店不符合中央纾困方案之外，我们可以借着公测会还有文化局可以帮忙他们想想办法。这点是我们希望说能够让独立书店能够撑下去，能够站起来的一个重要目的。除了帮助独立册店以外，文化局表示，为了帮助艺文相关产业的民众，现在也有提供纾困单一窗口的服务，并提供服务专线0622132211。如果有需要的民众，嘛会使上网来查询。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伫过去，常常有男女性别的刻板印象，亲像是查甫囡仔爱坚强，袂当哭，查某囡仔就爱较温柔的等等。所以为了要加强民众性别是平等的观念，市府特别伫永华市政中心的2楼推出一个性平好神破除魔咒的展览。为了加强民众性别平等的观念，市府特别举办性平好神破除魔咒的展览。18日伫永华市政中心开展，主办单位希望透过较趣味的呈现，让大家认识性别相关议题。性别平等的概念深植人心。那除了推动职场性别平等之外，杜绝歧视、减少骚扰，杜绝骚扰这个部分，我们一定要全力推动。不管是在行政单位、在教育单位，甚至配合具有相关的这个派出单位，我们希望推动社会教育，能够打造台南市政府成为性别平等推动最好的市政府。虽然我们是个古都，但是绝对有新的性平概念。第二，我们也希望台南市成为除了成为文化具有文化底蕴的古都之外，也是具有性别平等概念的城市。展览运用各种行为主题，不管是守护男性、女性以及多元性别等等拢有。参照是示弱神，就是要消除传统查甫人爱坚强的印象。
以及自主神，就希望女性爱勇敢掌握家己的命运等等，拢相当的趣味。我们传统的一些女性或者是女孩对自己没有那么多的信心，尤其我们传统都说，女孩子这个只有耳朵没有嘴巴，或者是传统的就是说，女性不能有太多的自由主张。那这个部分，我们希望透过各种神，尤其像这个性己神，她能够对自己有信心，那对自己的价值观、对自己的尊严，那能够自我尊重。那男孩子我们有示弱神，那示弱神就是说，一般男孩子我们都说怎么样，不能哭，不能随便展现脆弱的一面，所以男孩子都会跟得很辛苦。那男性朋友也会不敢在这个抒发自己的情感，所以我们示弱神就是针对男性。这个展览将会持续到5月29号为止。主办单位嘛欢迎市民爱多多带囡仔前往参观，互因自细汉就会当培养正确性别平等观念。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节分的天气，温度27度到32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6级。感谢你收看5月1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